各位江泉会馆的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柯阿写。我今仔要来交大家讲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是这个招安的小朴教我讲的啊。我即马伫即搭要来交大家分享这。伊说王哥伫这个招安有一堆无仔囝生活像是夜艰苦的迄种。这个囝高指甲，所以就靠这个趁生活饲因老母俩。有一年，有一个好野人要请倒，叫这个囝去三斩。这囝是一个有名大好子，伊看到蛇的菜色也袂歹，有鱼有虾，阁有虾了。毋管啥物拢偷摕淡薄仔，要带倒去饲因老母了。无想到伫即个时阵好野人发现咯，这好野人就说：摕蛇的物件是要创啥？这囝惊一跳了，赶紧将蛇的物件拦做一下，甲伊骗说是要摕去饲猫了。等到伊无换了要倒去的时阵，看见蛇的菜色草酸袂食哩甲要牙可惜，甲拦做一下，煮做这个糜了。因老母看见就说：这种草酸我是要怎食啊？这囝就说：袂啦，你试一下歹啦。无想到因老母说：哇，好食啊！落尾这个做法就伫这个招安流传起来。这个就是招安猫仔糜的故事咯。